見證兵器天下計。聽說你曾建議太子除掉我。精于縱橫之術的他，開始在江湖上走動，逐漸小有名聲，步入官場。實行帝道變為帝，實行王道變為王。一介書生，只知空談誤國。魏徵，是認為朕治國的功勞不夠高，還是恩澤不夠厚？臣認為抽乾河水可以，焚燒山林可比，但是來年便無魚可捉，也無獸可捕。他感受到這繁榮昌盛的背後隱藏着巨大的危機。陛下曾許諾，仁義之道，信守而不放棄。